呢段影片會講解磷酸鹽同腎臟嘅關係。磷酸鹽係體內嘅一種礦物質，喺我哋平時飲食當中攝取。腎臟嘅其中一個功能係幫血入面嘅磷酸鹽維持平衡，而太多嘅磷酸鹽會令骨骼變差，亦會導致心臟同痕癢嘅問題。有啲食物嘅磷酸鹽含量較高，令體內水平過高。普遍嚟講，加工食物都含有大量嘅磷酸鹽。好多即食嘅食物，例如冷凍嘅嘢、即食麵同微波爐餐，或者鹹食同零食、西餅、朱古力、糖、即食零食。加工肉類、風乾火腿、香腸同煙肉。快餐例如炸雞、漢堡包、薯條、外賣。汽水，尤其是深色嘅汽水同能量飲品。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第一，唔食快餐，盡量自己煮新鮮嘅嘢食。第二，參考返包裝紙上面嘅成分表，睇下有冇呢一啲成分，就盡量避免食呢一啲。第三，揀返健康嘅選擇，唔食包裝嘅漢堡包，改為自己屋企煮嘅；唔食冷凍嘢食，改為新鮮食物；唔食即食麵，改為新鮮煮嘅麵；唔飲深色汽水同能量飲品，改為淺色汽水同無糖果汁；唔食包裝零食，改為自製點心。咁記住呢3點，維持體內磷酸鹽平衡。第一，揀新鮮食物；第二，參考成分表；第三，改食健康代替品。